来消息来看，云林县真口乡乡长林德玲涉嫌对20208月份开始，向太阳能工地业者收乌西，协助因取得建造顺利开工。云林地方法院一审是判伊有期徒10档，褫夺公权8档。无当市前云林关口乡长林德玲在任期期间，为2020年8月份，想透过黄姓女子做白主套，向一间民间热能业者收回400万后，再利用职务发予业者建造。云林地方法院5月31号一审宣判，林德玲涉犯贪污自助条例，判有期徒刑10年。林哲霖当时是作为这个口湖乡的乡长对这件事情确实是有影响力的所以对于这个建造的这个发给的部分其实是可以在他的职权范围考量全部的卷证的时候，认为其实可能是比较要从重去考量，所以虽然这个最轻是有期徒刑7年以上，但我们觉得考量到这个行为的这个恶性，所以还是量处10年有期徒刑。原地表示，林德玲在2020年8月份和业者见面后，透过白手套收400万，近1个月就下发建造，并在后个月顺利开工。法院认为为对价关系，林德玲涉犯贪污自助条例，处有期徒刑10年，褫夺公权8年，不法所得全部没收。在量刑里面会提到云林的官场现行记也是主要是感慨在这块风头水尾的土地上，其实如果有这样的好的光电的进来的时候，可能是对当地居民是有利的可是可惜就是在政治人物可能另外有起心动念之下让这个政策并没有办法顺利的推行。云林地表示，口湖乡为地风头水尾，乃当予工地产业发展，对地方是一大帮助。加上工地是国家推动的能源政策，但林德玲作为地方首长，应该要为地方谋福利，却因为收贿被判刑。对此，林德玲透过律师表示，会等待收到判决书后，再来按年上诉。记者云林报道。为了取得